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7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5篇11节到20节，箴言19章第1节到17节，约翰一书第3章11节到1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彼此相爱。昨天我们谈到了不可以看人不起，也不可以欺负人穷，不可以欺负孤儿或是寡妇。基督徒应当要敬爱上帝，更要尽心尽力的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所罗门王他劝勉人要行为正直，要成为有智慧的人，就要如同昨天这个雅各书所强调的人呢，基督徒呢要有好的信仰行为见证。箴言19章第1节到17节经文这样说道：贫穷而正直，胜过诡诈又愚蠢；热情而无知，不足取，不乏急躁，容易失足。有人因自己的愚行毁了前途，他反而心里埋怨上主。有钱人随时有新朋友，贫穷人连仅有的几个也保不住。做假证的难逃责罚，说谎言的必受惩戒。地位崇高的人人求他施恩，好施舍的人人与他为友。贫穷人连亲人都厌弃他，朋友更疏远。他寻找友谊，却无处可找。追求知识就是自爱，持守智慧，幸福无穷。做假见证的难逃责罚，说谎言的必然灭亡。愚蠢人生活奢侈不宜，奴隶管辖主人不当。明智人不轻易发怒，不追究人的过失便是美德。君王震怒向狮子吼叫，他的恩泽如淋雨沛降。愚蠢的儿子是父亲的灾祸，争吵的妻子像雨滴漏不停。人从父母承受房屋财产，贤惠的妻子是上主所赐。懒惰的人整天沉睡，好闲的人必将挨饿。遵守上帝法律，延年益寿；违背上主道路，必然灭亡。记住穷人等于借钱给上主，他的善行上主将要偿还。要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就如同诫命所教导我们的，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去爱上帝，更要去爱邻舍如同自己。约翰也提醒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要彼此相爱。在约翰一书第3章11节到17节的经文，一开始呢，他就提到了这样的一个教导。经文说：你们从起初就所听到的信息就是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不要像该隐一样，他属于那邪恶者，他杀死了自己的弟弟。他为什么杀死弟弟呢？因为他的行为邪恶，而他弟弟的行为正直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要是这世界的人恨你们，你们不必惊奇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所以要知道是因为我们爱弟兄姐妹。那没有爱心的仍然处在死的权势之下。凡恨自己弟兄或姐妹的，或是就是杀人的。
你们知道，凡杀人的就没有永恒的生命。基督为我们牺牲生命，这一点我们知道什么是爱。那么我们也应该知道要为弟兄姐妹牺牲生命。一个富有的人看见自己的弟兄或姐妹缺乏，却硬着心不理，怎么能够说他是爱上帝的呢？一个不彼此相爱，不对自己亲人或是对自己亲人不好的人，就不能说自己是爱上帝的。正如同新的诫命所教导的，爱人与爱上帝一样的重要。基督徒要透过爱人这件事情来表达自己爱上帝的信仰。诗篇25篇11节到20节，上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应许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罪孽深重。凡敬畏上主的人，上主会指示他该走的路，他们将享受福乐，他们的子孙将安居在这片土地上。上主和敬畏他的人做朋友，向他们宣示自己的约。我时刻仰望上主，他救我脱离险境。上主啊，求你回头看顾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孤单困苦。求你除掉我一切的忧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祸患。求你关心我的痛苦患难，饶恕我的罪过。你看我有那么多的仇敌，他们那么强烈的憎恨我。求你保护我，拯救我。求你不使我失败，因为我寻求你的庇护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，也蒙呼召让我们成为你的仆人。让我们学习爱人如己的生命，来见证我们是爱上帝的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